民众食到冰沙就消暑，要么搁这个地点是一个台南市东山区公所。做欢喜的，做凉的，做好食。很好啊，对民众这样很贴心啊。东山区公所6月启动大型服务，为车公民众奉上一杯冰沙，甲垦丁富安宫以及农民合作，用东山上潮时、上潮味的山野制作成冰沙，提供予民众享用。咱东山呢，有名的出产什么水果呢？大项拢有。有啥物货？有咱的木瓜，有咱的山野，有咱的奶枝，有咱的火龙果，还有咱的西瓜。咱不以无同的这个季节所出产的这个水果呢，咱有拍无同口味的这个冰沙，要让咱大家来享用。市长恩伟体也特别到区公所，将冰沙一一送予车公的民众。伊学了区公所的这项创意，并表示区公所是市政府伫各地第一线的单位，除了爱做好基本的服务之外，也爱予民众感受到公所用心为民服务的品质。大家记得以前陈水扁前总统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，就首创民众到公所或市政府机关洽公的时候，公务员会帮他们奉茶，而且把柜台降低。今天我们台南市东山区公所，他们提供很多新鲜的水果，然后加上我们的机器，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思乐冰，好，那这个很厉害的。所以说，为民服务创新啊，更加一步。东山区公所表示，冰沙供应的时间是6月到9月，每一天透早的10点半到下晡3点，欢迎民众来公所车公的同时，莫忘记来一杯透清凉的冰沙。台南新闻杨顺怀综合报道。